Hello YouTube，我係阿俊，冇錯，我哋今日要嚟介紹嘅就係香港人都一定聽過嘅 YouTube channel 微辣。辣就辣，唔辣就唔辣，微咩辣？ OK，相信大家對微辣呢個 YouTube channel 一啲都唔陌生。佢哋喺經過2023年亞晶事件以及一連串嘅風波之後，暫停咗活動。By the way，呢個唔係我哋今日嘅主題。我哋今日要嚟探討微辣點樣喺佢哋活躍期間一步步做大，直到成為香港數一數二出名嘅 YouTube channel。不過，以免有觀眾未聽過微辣呢個 channel，所以喺事前我哋都略略介紹一下先。OK，微辣係2013年由微辣文化有限公司所創辦嘅一個澳門 YouTube channel。佢哋最初嘅創辦人係包括我哋所熟悉嘅老細兼藝人六毫子、陸志豪、家聰、林某發同埋李偉倫先生。佢哋嘅影片主題貼地，引起觀眾共鳴。佢哋嘅影片內容充滿笑點，為人所熟悉。佢哋嘅旗下藝人包括我哋而家活躍喺培新擂台上面同4海魚蛋挑機嘅 Black Joe 黑鬼大哥。而佢哋其他嘅元老級成員仲有 Doris、Yellow、雞 wing、Rachel、豪啲、Fogg 等等等等，太多啦。OK，微辣介紹就係咁多。之後我哋會根據 SWOT 分析微辣呢一個 channel。首先嚟到 Essay Strength 方面，微辣咧有個優勢咧就好明顯㗎啦。不過我哋唔講呢啲住。微辣其中一個優勢係佢哋影片內容貼地，願意引起我哋呢啲觀眾嘅共鳴。佢哋影片主題有時係校園生活啊、情侶鬧交啊、朋友之間嘅相處等等等等。我哋會容易聯想到我哋一啲類似嘅經歷，以至於我哋睇佢哋嘅片嗰陣咧，通常都會有比較強嘅代入感。而微辣嘅第二個優勢，我認為就係佢哋嘅影片長度。佢哋嘅影片通常都會控制喺10分鐘以內，甚至有啲人1分鐘都唔使，令到你可以好快又睇完一個故事，由一條片接一條片咁樣不斷咁樣睇落去。而講到微辣嘅 weakness，我認為係語言。雖然微辣有英文字幕，但係佢哋英文字幕雖然古靈精怪又好搞笑咁樣，但係笑得出嘅成日只有我哋呢啲嘅香港人、澳門人，聽得明廣東話嘅人。咁樣就局限咗佢哋嘅受眾，只會係我哋，而永遠都唔會將佢哋嘅業務擴展到國外。而講到微辣嘅 opportunities，雖然而家冇啦，但係當時嘅微辣完全係可以去搞好語言呢一 part 嘅喎。佢哋可以整一個正常嘅英文字幕嚟睇下咁樣，咁樣佢哋又唔會局限於淨係接受到一個香港嘅受眾，佢哋可以接收多啲嘅海外觀眾。而另一方面，如果微辣而家仲活躍嘅話咧，我覺得佢哋如果同而家知名嘅 YouTube channel 啊，例如試當真啊、JFT 啊、FH Production 等合作咧，都會引起唔少香港人嘅關注。好，而微辣所面對嘅 face，我認為而家市面上面同佢哋風格類似嘅 YouTube channel，就好似我哋啱啱講到嘅 JFT 啊、FH Production 啊、試當真等。但係當然前提係如果微辣而家仲喺度嘅話，而微辣如果要再復出咧，我認為佢哋面對最大嘅難題係觀眾已經對佢哋唔會再有信任啦。經過之前2023年亞晶自殺事件之後，我哋啲觀眾對佢嘅信任已經完全耗盡。而之前有一次佢哋試過嘗試復出咁樣，但係惹嚟嘅只會係觀眾嘅謾罵。呢個代表住我哋啲觀眾已經唔會再接受微辣。OK，之後我哋會嚟討論微辣到底用咗啲咩策略先可以令到佢哋之前可以做咁成功嘅咧？內容方面，微辣開始只係一個做搞笑短片嘅小團隊，就好似我啱啱講嘅咁，佢哋影片嘅內容係會聯繫到我哋嘅生活日常，引起唔少觀眾嘅共鳴同埋有所代入感。而微辣佢哋見網民嘅反應唔錯，吸引到一班嘅觀眾。微辣開始咗越做越大，佢哋就開始去嘗試一啲唔同類型啊、唔同風格嘅影片，就好似佢哋之後開始做一啲玩遊戲嘅綜藝節目，微辣大排檔、微辣大整蠱、微辣狼人殺等。而佢哋每一個藝人都開始拍一啲各自嘅 vlog，甚至之後我哋經過六毫子嘅填詞才能同埋旗下藝人 Rachel 佢哋粵語翻唱呢個孤單心事，成為咗我哋香港人嘅經典。從來未知會有限期，重遊在一起的故地，來年或者會有陣時人海中漸漸記起你。之後佢哋仲要出埋首歌叫《青春快門》，成為咗佢哋 YouTube channel 最多 view 數嘅影片。就咁樣，微辣通過佢哋多元化嘅影片，一步一步咁樣發展，吸引越嚟越多嘅觀眾，逐漸成為香港一個數一數二出名嘅 YouTube channel。OK，之後我哋要講到微辣係點樣喺呢個 channel 入面從中獲利嘅咧？首先，微辣影片喺 YouTube 嘅 view 數係十分嘅出色嘅，而我哋最高 view 數嘅影片就係我哋啱啱提到 Rachel 嘅《青春快門》嘅
MV 啊，佢喺 YouTube 上面係會有600萬嘅觀看次數嘅。而微辣嘅其他影片喺 YouTube 上面平均都會有過10萬嘅觀看次數，所以其實微辣喺呢個 YouTube 嘅廣告分成入面咧，都會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喺微辣嘅影片入面，佢哋都會有一啲廣告好自然咁樣融入佢哋嘅影片內容。而微辣越嚟越出名，佢哋旗下嘅藝人都會逐漸發展為有一定數量 fans 嘅 KOL，而佢哋都會各自去接一啲自己嘅廣告。最後要講到微辣未來嘅發展，其實都淨係得返微辣佢哋嘅藝人離開咗微辣之後嘅個人發展。雖然大多數人認為微辣佢哋喺經過阿晶事件之後已經冇得翻身，翻唔到轉頭啦，但係希望各位都唔好盲目咁樣去跟隨群眾去無差別咁樣攻擊所有曾經係微辣嘅藝人。我哋作為局外人，其實係永遠無法知道喺呢個微辣事件嘅真相，但係某啲藝人佢離開咗微辣之後，仍然得到支持嘅，例如被譽為微辣清泉嘅霍哥啦，同埋最近回應嘅 Black Joe。雖然微辣的確係犯咗一個翻唔到轉頭嘅過錯啦，但係無可否認佢曾經為我哋帶嚟咗好多嘅歡樂。我哋今日對微辣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呢條片，記得要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我哋下次再見，拜拜。